太变态了，没眼看。哎呀，好的。收，今天先不陪你了。哎呦，这传说中的边角，哎，小小四啊，他干什么？你躺哪儿？可以送的萤火虫。啊？这个家真的是没法这样，表哥咋了？太变态了，没眼看。这个家我是1分钟也待不下去了。我弟和我四哥谈恋爱了，谁在背后蛐蛐我们？找逼人了。哪是啊？你去哪？哎呀，人家还没报够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的？半天还不知道怎么听啊。